来，因为这个武汉的肺炎，所以喙암的需求量大大增加。彰化有一间专门咧做喙암的工厂，最近是每日赶工，11条的生产线总开，一个月做9000万片的喙암也是无够。讲这个订单已经排到4月底了。 喙암工厂的机器24小时拢伫跑11条生产线，一直赶工。工厂员工嘛加班，将做好的喙암检查无问题，包装好了后，就准备要出货。日夜赶班增加供应量。业者讲，工厂生产的喙암逐个月有固定出货量，医疗用的差不多500-600万片，加其他非医疗用的超过1000万片，也不过同款做袂赴卖。 喙암的需要量会遮大，主要是因为中国武汉爆发肺炎的疫情，加上过年放长假，出入公共场所，真侪人会挂喙암加一个保护。A 流也那么多，带着也不错啦。如果说有朋友可能刚好从大陆回来的话，就还是带着比较安心吧。避免被围掉，挂喙암是方法之一。它的包覆性会更好，久戴耳朵不会痛。 这片是喙암的固定片，会使挂伫后壳。另外还有一款是喙암双片，加2片网啊，安尼较会抹。挂喙암防疫卫生福利部嘛到喙암的工厂去了解库存量，目前要有700-800万片当备用，呼吁民众免烧钱买，嘛无需要囤货。